扫描那个直行的呢，没量不是没力了，杂加量怎么没了？有些字错误，粮食的粮，米粮的粮。罗贯中写《三国演义》，你看很专注啊，全神投入啊，你看家里没粮了，没粮。粮食的粮，可能是吃米还是吃麦的啊？北方吃麦的哦，但是粮是米字旁。龙不是那个龙，要有土字旁的龙。哎，但是它的原文是耳朵旁的龙，左边耳朵应该念作户啊，不是第二声哦，第二声打出来的字找不到。龙第三声的，对，第三声，你看还是没有啊，要找第二声看看。龙母，哎，找不到耳朵旁的左，耳朵是户了，左户右翼。第二声也没有，第三声也没有，这么难呢？图放在下面的了，找那个图，找那个图在下面的，不是龙第二声是第三声，找那个图在下面的。那有嘞，第三声，你看上面那个第三个啊，左边耳朵是念作户了，左户右翼，户字旁的，龙上麦说何不食之？出丑的丑应该是龙，还是这个龙？理是口字旁的理，不是道理的那个理，这样已经不错了。你看口字旁的理，还真的是吃米呢，这些米来度日子，真的是。那贯中他们是吃米的，这个文稿是直行的呢，可以扫描的这么这么好，转换成文字可以这么好，已经不错了呢，节省很多时间了，真好，这个扫描器真好。
恍惚的惚，惚不是那个火，是双人旁的恍恍惚，双人旁的恍惚，真的哦，人字旁就是火，怎么可以念到惚？恍惚就是不一样的字啊，双人旁，原稿也是双人旁，恍惚。极限的极真的是这个极啊，其实也有写人字旁的极，人字旁的极限。原稿上是写这个格局的局，人家诸葛亮是做那个做正义的事的话，不能说妖了，但是打仗里面难免会伤人、杀死人，杀人总是不好啊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要和平了，不要战争了。嘿，那个字错误了，要更正。赢得那个也不是麻得了，是赢得了，输赢的赢得了广泛的听众和观众。原稿那个字模糊不清也会扫描出来错误，或者比较少用的字哦，也扫描出来会容易出错。是赢得了赢，错误已经很少了，真好真好。古城会哦，还有一个会字，还有一个开会的会，古城会，相会的会，群英会的会了。张吉，不对，是张辉演张辉，也有说张辉是会作诗会画画的，演张辉是长坂坡，也有赵子龙长坂坡之战呢、很有名的。你看张辉是长坂坡，赵子龙也有帮忙过张辉啊，支援张辉，长坂坡，很有名，是不是长坂坡支援的？三国名将赵子龙呢，就讲到长坂坡。长坂坡的长前面要加个书名号，双引号。这样长坂坡，这样才对。
机哄，不是衣冠啊，是讥笑的讥，讽刺的讽，讥讽，讥讽为物之种。跌出了，不是选出了，已经不错了啦，错的地方很少了。字形相近的容易扫描出来，容易出错。人家说《水浒传》是伟大的，曾国藩竟然认为是不值得看。曾国藩的立场跟民间一般百姓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你看人间很推崇《水浒传》里面的英雄人物呢，后来那些人物还归顺朝廷呢，朝廷还封了他们，认为他们是忠义之士哎。你看，后来被朝廷派去征战，攻打叛军，征战攻打那个叛乱地区的叛民了，应该说是叛民，有的都牺牲了呢。水土不服可能也是原因呢之一啊。北方到南方去打仗哦，有的地方容易疲湿啊，影响到体能健康啊、战斗力啊，或者生病，你看然后多可怕！东汉马援平定交趾，马韩弃姚壮，马革裹尸弃姚壮，马援他对治那个皮湿，对治那个体内湿气重，用那个薏仁啊，薏仁，也不能一次吃太多呢，不能一次吃太多，也都有学问的，要有中医的学问的。宋江镇，民间的宋江镇就是根据这个《水浒传》而产生的。你看，也有说是根据明朝戚继光的战争演变出来的。戚继光打倭寇很有名。高什么的丰碑啊？高耸啊，高乐那个应是耸，高耸，从而那个耸，高耸，丰碑啊。《水浒传》所写的起义是有史实根据的呢。800多年前是怎么算的？现在已经2021年了，要多加几年了。2021扣掉10多，哦，还是11多。北宋末年徽宗那个时候，徽宗、钦宗，你看
北宋王于金呢，好像是1234还是哪一年？然后元朝是1279到1368，那么1279扣掉南宋有167年，应该有多少？1112。1112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就是南宋是哪一年开始的？北宋是960开始，然后有153年，那不就是1113了吗？还要减一了，112，12世纪初了啊。那2021扣掉111多少？你看，900年左右了。900年左右了，你看。北宋末年，距离现在21世纪了。这个文章可能是20世纪写的，现在已经21世纪了。中国历史上确实活跃过一支以宋江为首的起义队伍，在山东的水泊梁山为大本营。所谓的梁山泊，梁山泊，湖泊的泊的对，梁山泊108条好汉，原来在山东省呢，在山东呢。铲除恶霸、救济百姓的呢，那叫做义军呢，义军呢。好汉呐，不是好汉呐。好汉不是好汉。108条好汉呢。梁山泊108条好汉，根据这个《水浒传》的故事而有的宋江镇呢，最长的镇108位，根据36天罡、72地煞，加起来就是108。天地间的劫数，青阳旗9节了，红阳旗18节，白阳旗81节。唐三藏到西天印度取经也是经过998难了，你看加起来108节。三阳青阳、青阳、红阳、白阳这三气总共108节。有的活猪有108颗呢。